主耶穌用比喻說，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，撒的時候，有的落在路旁，被人踐踏，或給空中的小鳥吃掉；有的落在石頭地上，一長出來就枯萎了，因為得不着滋潤；有的落在荊棘叢中，荊棘也一齊生長，把它擠住了啊！撒種忙，種子飄揚，種子飄揚，一些變飛了食糧，一些散浮落在荊棘裏被埋葬，有些落在路邊與石旁，踐踏無蹤了去向。撒種好比講福音，一些聽這得悉真理後，歸家轉眼別遺忘，一些聽了後，心中感動，為是漸漸也淡忘。暫時屬靈，根基不穩，只因羨慕繁華香，一經誘惑跌倒，會動妄想，或因愛慕名氣錢財，令到難成長。真理受到阻障，只有直進秸土裏培育了根基，日益壯，靈性不滋長，莊苗熟了豐收滿羅上，靈性倍增長，獲主欣賞，蒙神悅愛，願你全心信啊！